機場出事，黑盒鎖定咗，但點解仲未攞到裡面嘅錄音？究竟會揭露幾恐怖嘅真相？呢一集有好多驚人內幕，行內爆料，記得訂閱我頻道。香港國際機場星期一晚，一架亞聯酋航空嘅貨機降落嗰陣失控，衝出跑道，直接撞死2名機場保安，2條人命就咁冇咗。呢一單嘢搞到成個機場運作大亂，北跑道要即刻封閉搶修。機管局話今日中午12點會重開，但只係備用狀態。點解？因為嗰架爛鬼飛機嘅殘骸仲喺度，隨時有工程車出入，根本唔可以正常運作。好入重點，涉事飛機航班編號 EK9788 係一架波音747，但你知唔知佢幾多歲？32歲，一部機齡32年嘅老爺機。呢部機唔係亞聯酋自己㗎，係向土耳其公司 AirACT 濕租返嚟，即係連機組人員都係土耳其人。機上面有4個機長、副機長、裝載管制員同埋一個飛機維修工程師。哇，講起呢度，重點嚟啦！好多人喺商道見到個着白色衫嘅人，以為佢係機長。錯，嗰個係飛機維修工程師。咁個機長呢？按照國際慣例，發生咁嚴重嘅事故，機長作為 Pilot in Command 係絕對嘅第一負責人，佢一定第一時間被帶走，接受民航意外調查機構同警方嘅盤問。你唔會見到佢喺現場行行企企。仲有貨機同客機降落有冇分別？分別大啦，原理一樣，都係拉桿減速落地，但係感覺完全唔同。你試下揸架吉嘅貨 van 同坐滿人嘅7人車，重量、重心、慣性都唔同。一部冇載貨嘅32年老爺貨機，操控起上嚟嘅反應，同你平時坐嗰啲客機可以話係兩回事。而家最關鍵嘅黑盒，機管局話鎖定咗喺機尾，但仲未打撈到。航空冷知識時間，點解鎖定咗都攞唔到？所謂黑盒其實係橙色㗎，有2個，一個係駕駛艙通話記錄器，另一個係飛行數據記錄器。每個黑盒都有一個叫水下定位信標嘅嘢，一掂到水就會發出乒乒聲，持續至少30日。調查人員就係用聲納或者水下麥克風去聽呢個聲。鎖定位置之後，如果喺淺水，可以派潛水員落去；如果好似今次咁喺陸地，但係位置複雜，可能要用光纖鏡頭伸入殘骸，確定咗安全先至可以切割機身攞出嚟。成個過程要極度小心，唔可以整爛個黑盒。所以鎖定位置同安全攞到出嚟係兩回事，攞到出嚟仲要解碼，最快都要幾日甚至幾個禮拜先有初步報告。真相冇咁快知。今次係繼26年前99年颱風森武吹襲，華航客機翻轉起火之後，香港機場最嚴重嘅致命事故，一次係天災，今次呢係機件老化定係人為失誤？定係有啲我哋睇唔到嘅嘢？情報分析完畢，將呢條片 share 俾你關心機場安全嘅人，確保佢哋掌握最新嘅局面。記得訂閱我嘅頻道，陸續會有更多行內爆料，喺下面留言講下你嘅睇法。